乡亲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台湾新眼界》，我是阿明张伟民。今日咱要来讲到咱的护国神山，或者是台积电吼。咱来看到讲吼，其实美国政府制裁到这个中国吼，尤其咱讲吼，台钢企业中芯国际吼 SMIC 啦吼，伊做啥做 chips 部分吼，这个厂商正做是咱讲制裁这个目标，订单咧集中吼来到咱台湾。咱讲这个半导体这个企业吼。来到咱讲台积电的这个手里啦吼，致使咱讲全球半导体供应链欠缺吼，有影严重吼。其实咱看到讲，德国经济部长吼，另外嘛向台湾来话讲吼，哇，即阵晶片吼，真正真欠缺啦吼，和这个德国企业吼，也是讲汽车这个工业吼，全球这个经济复苏的这个脚步变较慢啊哦。拢是即阵，咱讲哇，咱台积电有影重要，所以吼，伊讲啥？希望台湾为简单的汽车产业增加着这个晶片供应量啦吼，希望会当向台积电传达着明确的这个信息伫咧啦吼。咱么看到讲吼，去年顶半年其实吼，德国也是讲吼，全球这个汽车工业是大消退，但是咱么看到讲吼，大众运输有人唔敢坐吼，等到咱讲买车的这个需求增加吼，所以这个咱讲吼这个车爱制造出来，但是就拄着这个晶片无够吼，嘛冲击着咱讲规个产业这个量能啦吼。尤其咱嘛讲吼，德国是安怎遮尔紧张？因为有统计就讲吼，这个德国国内吼，差不多7个人内底有1个人，甲这个汽车做的是相关的这个企业吼，也是讲产业等等啦吼。所以其实除了这个德国以外吼，咱嘛有来看到讲，其实美国、日本拢嘛要求台湾来斗相共啦吼。所以咱嘛看到讲，这回台积电会讲吼，继续和这个汽车的电子客户吼。来做密切的合作吼，嘛要支援这个产能甲需求，然后另外咱讲到底这个需求会当安怎甲满足咧？咱嘛看到讲，其实吼台积电吼供给已经真急啊吼，大约过到第2季，差不多4月至6月吼，才会当协助咱讲车用这个晶片吼。另外车用晶片欠货会阁欠偌久吼？其实大家也咧问啦吼。其实咱嘛看到讲吼，这回这个供应链的这个中组内底吼，咱嘛看到讲台湾徛伫咧非常重要这个时间，非常重要这个位啦吼。咱嘛看到讲对看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嘛咧问讲，为什么中国就无台积电这款的这个企业吼？真正咱讲到护国神山啦，今日透过节目，咱做回来对话。先来邀请3位专家吼，真正非常感谢。第一，咱要邀请到台经院南台湾专案办公室主任，咱的高金山，咱老朋友，大家平安。第二，咱要邀请台湾大学电机资讯学院院长张耀文。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你好。第三，咱要邀请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副教授张福昌。观众朋友大家好。是啦，咱要先带观众朋友来看讲吼，其实咱真正护国神山，这回咱看到需求，美国也好，日本也好，德国吼，甚至是咱讲经济部长写批来互台湾的这政府，咱讲行政院副院长也好，还是咱讲这个吼部长啦吼，拢有甲要求讲，哇，其实台积电会当斗相共无啦吼，但是伊的这个背景，咱等下嘛当好好讲，先带观众朋友做来看。台积院公布上新营业气候试验点，去年12月，制造业对未来景气乐观。不过，服务业甲营建业营业气候试验点煞淡薄仔落，对未来半年景气嘛相对悲观。学者认为，台积电出口会当支持台湾经济，但是最近半导体大欠货。尤其是车用电子出货要等1年以上，那德国政府希望台积电会当提悬产能，就连日本、美国嘛欠货，要求台积电来斗相共。但台积电其实已经在去年的第2季，那么就有告知这个车用电厂的部分，也就是说，如果再不下单的话，这个排程恐怕就是会落后在这个行动通讯，还有在高效能运算，甚至是物联网、消费性电子、PC 这一块之后。台积院对今年经济成长率并无悲观，主要是因为台积电出货动能伫小价增旺，尤其今年资本支出创新高，会当提升今年经济成长率。今年如果能够到达那个280亿，那不得了了，增加了100亿，那100亿大概换成大概3000多亿台币，它的上下游串起来的工业那个投资就会非常的多。台积院分析，疫情拍乱今年经济成长是上大的变数。不过台湾半导体出货无受影响，出货阁会继续旺。今年袂少半导体工厂，甚至画出第2波起价潮流。台湾电子供应链会愈来愈强。
记者综合报道。虽然讲这个汽车工业内底吼，其实要生产到一个汽车吼，真正无简单吼。咱讲吼有这个更替也好啦吼。啊，另外即阵咱若要发挥吼，咱讲电动车是智慧的这个车吼，其实内底的 chip 都是非常的重要吼。这个晶片啦吼，咱讲普通的汽车差不多都要40种以上，咱讲吼车用这个晶片。啊，若较好的吼，亲像这个咱讲头拄讲的这个电动车150种以上啦吼。啊，这回德国吼会甲咱高正吼，用高正呢无超过啦吼。吼，叫咱台湾政府安尼，拜托一个，台积电，你互咱这个一寡这个车用的这个晶片啦吼，咱这回因为伊要发展什么款的这个好车也好，还是讲吼较高端的 high end 的这个车啦吼，所以伊吼高不二三种过去的这个态度大换的，你甲看？是。其实唔是干那德国啦，吼，日本迄个金产城大神嘛，甲咱高正啦，拜托讲啊，你迄个台湾的吼，迄个晶片吼，紧生产一寡啦吼，因为咱也无晶片去供应，啊，你车就免卖啊嘛吼。啊，因即马所讲的车吼，其实应该是咱讲吼2代、3代以后的车啦。所以2代车就是变讲吼，伊即马自动驾驶，吼，还是伊顶头有遮迄个防碰撞，吼，遮个系统。需要伊迄个真紧的计算能力的遮个吼较算。啊，咱即讲传统的咱遮个车吼，其实本身拢有甲车用电脑，吼，车用电脑就是咱旧版的迄种，啊，伊就控制内底遮个油门啦，吼，电动窗啦，吼，内底遮个电动系统的吼，遮其实免用甲较先进的。迄个晶片啦，啊，遮其实我是感觉讲遐较无影较欠货，真正欠货是伊用到遮个吼先进的遮个计算的能力的遮个晶片，伊才会欠货。吼啊，因为因即马美国甲德国吼，伊即马就你伫美国后壁，因为一间特斯拉，哦，特斯拉。这几年股票讲起1万几%嘛，对不对？你若讲几年前吼，你若甲讲人讲哦，拢小险拢甲凹入去哦，你即马已经退休啊，哦，你买特斯拉已经退休啊。吼啊，因为特斯拉伊是足先进的，所以变讲大家即马看到哦，啊未来因为所有的这个车吼，伊个交讲吼，拜登即马嘛。起来讲吼，咱未来爱迄个环保嘛吼，啊尽量卖用食油的车，大家用食电的车嘛，又安尼讲。所以变讲全世界未来来看吼，对，趋势就是安尼。你会变讲这个车会愈来愈智慧，吼啊车是愈来愈节能，吼，那后摆就可能用迄个石油、柴油的，就渐渐减少嘛。啊，你若逐个车为电动的。即个方向去迈进的时阵，佮加上讲未来吼5G，吼啊，甲迄个咱讲咱即马车联网吼，车联网吼，啊，甲智能的叫智慧吼，智慧车这个概念的话，车所用的这个晶片，先进的晶片，伊的绝对是愈来愈侪。哦，所以咱去看讲台积电。伊即马吼，就应付讲电脑吼，应付3C 的迄个产业，就应付袂完啦。是啊，啊即马车的需求佫走出来，哇！我讲因其实阮这几个月你看吼，伊接单已经接到明年后年去啊呢。明年后年。甚至讲咱这台积电吼，伊即马讲迄个3奈米的要提早1年嘛，吼，3奈米的提早1年要起来。啊，伊甲讲提早1年的时阵。Apple 吼，咱讲捧高店嘛，捧高店就已经来甲讲，哦，你30袂使互别人哦，我先爱哦，我甲你安生哦。所以即马讲吼，已经红到什么程度咧？咱另外台湾佫一间大公叫立积电嘛，吼，立积电嘛，吼，立积电伊连迄个伊的下游落爱买机器放喺伊遐，讲我机器叫你用，你先帮我做，哦，所以变讲咱即马迄个台湾的迄个。经营代工的这个产业，已经是变全世界上高端啊！有影，吼，所以比如讲，咱都话你讲吼，富国神山富啊，是真正有影呢。因为全世界拢无法度订单，我若卖出货，你拢惨，你著后壁你所有的这个产业你拢杀袂出来。吼，所以我是感觉讲，这吼，咱来感谢啥？感谢以前吼，李登辉总统啊，这因迄时代吼，已经有这个想法吼，感觉讲咱台湾就应当爱发展这个产业。啊，搁一个讲，吼，
借机用人嘛，哈，阶级用人嘛，好加在台积电无去中国，啊无啥即声惨嘛，因为美国若制裁落去，哦像迄个中芯半导体共款，制裁落去，咱若是含中国加啦遮晚啦，拢制裁落去，咱即马。咱订单嘛无即回这个优势伫个啦，所以咱头拄嘛其实讲到，咱讲即阵是咧车用这个晶片吼咧缺，啊其实咱讲吼这车用晶片吼，过去拢是用到差不多8寸这个晶圆吼，这个30吼，啊过去拢会当吼真正常吼啊，比如讲咱头拄讲到台湾甲德国有一寡这个代工的这个环境伫咧啦吼，啊咱嘛因为讲吼，因为武汉肺炎疫情的关系，咱讲吼伫咧厝内底吼用这个平板电脑哈 notebook 这个需求增加吼，头拄其实这个主任嘛有讲。因遮的需求都记载袂了啊！啊，即阵是用到这个车用这个部分吼，所以嘛影响到规个咱讲车用晶片供货这个真正大欠货啦吼。上主要就是咱讲生产这个8寸晶圆的这个30吼，拢吼啊摕来做一寡咱头拄讲的这个产品伫咧啦吼。啊，其实要做到车的这个晶片非常的重要，尤其安全性这个问题啦吼。尤其咱讲吼过去这个咱讲亲像伊要用这个运算的这个能力，啊是讲吼。比如讲，这个智慧车还是电动车，伊当靠这个运算，啊，这个良率都非常的重要吼。台湾现在做到 Top One， 能够先继续请院长来甲咱说明一下吼。Top One 会做伫什么款的这个方方面面的，甲观众朋友了解一下。咱台积电的技术吼，即马是正港是全世界第1名。是。今年开始已经5奈米的这个制程，已经开始。那Intel 即马个咧混到这7奈米。那个创美好哦，那Samsung 啊，三星哈，它常常讲说它技术领先，但是事实上呢哈，它这个5奈米啊，它现在这卖技术的嘛是有问题。那其他 Global Foundry 10奈米的时候呢，一个宣布放弃啊。是。所以讲这样，这个台积电这样是哈，这个拔件事故无得手啦。那咱台湾呢哈伫。半导体这个领域呢，哈，这算是全世界哈，这个数一数二。哈，咱今年是总产值，咱是全世界第2名，啊，跟输美国。那咱的规个半导体呢，哈，我甲这有这个统计资料，资料伫遮哈。咱半导体呢，哈，这2019年呢，哈，咱。是全世界第1名，哈，2.66兆，这就占咱台湾的工业产值的一半，一半，哈。那吴晶圆呢，这个 IC 设计呢，哈，咱就占世界就17%啦，哈，大概是6700亿，哈，这产值，6700亿产值。啊，咱的封装跟测试呢，这已经是全世界第1名，这个咱封装测试呢还是4900亿，啊，咱同厉害的是个晶圆制造，晶圆制造专业的这个晶圆制造哈，咱全世界呢占72%，哈，72%呢哈1.3兆，那光台积电一间公司哈，伊的产值占全世界这个超过1半，是。那所以讲，其实咱台湾为什么这重要呢？我有一个哈资料，2005年的时候，全世界最重要这商务周刊哈，伊封面哦，不是内底有资料，是封面。是。伊封面主要一个写讲台湾为什么这重要？哈，Vital Matters 哈。那伊的指标题呢讲，全世界的经济体系哈，无台湾哈是无法度运作啦。OK。哦，啊，最近去年啊，这12月14的时阵呢，迄纽约时报哈，我觉得大家有这个报道哈，也讲pound for pound，这他说在对等的这个比较之下呢，哈，台湾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地方，为什么呢？它里面的论点就是半导体这个半导体这个领域了哈，所以讲半导体是咱的护国神山，所以讲大家知影即马咱要保护台湾呢，无一定是军事的力量啦哈。这半导体这部分的这个力量，属实呢，可能会有法度去保护咱台湾，更加济。那为什么台积电这厉害？台积电为2000年开始，伊的技术拢靠家己，拢靠家己研发的，所以这是咱国人爱感觉骄傲的所在。这绝对唔是讲，咱用迄大工智能机，会用说明，伊的技术2000年开始。有一寡当制成的技术，那有诶，我们讲咱讲 immersion technology，
这个林本坚博士也同对全世界半导体重要的贡献啊。有影啦吼。那一直到我们说 High K Metal Cake， 一直到迄封装哈，咱会记无？迄 iPhone 6S 的时阵哈。那伊苹果电脑呢，伊分2间公司制造伊的晶片一间是三星，一间是台积电。良率都有差哦。对，那摕到台积电呢，大家拢欣喜若狂对啊。啊，那知影讲摕到三星的那个庐山好屁，要换无得换啊。这个同重要的差别。那个尾啊呢，很条阵为什么会遮厉害？张忠谋董事长讲，因台积电唔那干那制程的技术，是即马封装伊的技术嘛，全世界第一流。那2018年的时阵，3年前，台积电是第一间公司用极紫外光 EUV 做7奈米的制程，这是全世界第一间。那台积电今年已经是5奈米，伊3奈米已经差不多技术拢伫遐，所以讲预计未来这几档呢，台积电的技术也一直领先过去。这种半导体技术你一段领先了你若继续研发你可以用继续这个领先。后壁落后的这国家公司捉袂到啦，捉袂到。有影，车尾顶拢看袂到。有影，车尾顶拢看袂到。咱头都有讲到啦其实这是唯一无咧靠这个军事的这个部分咱嘛看到讲这个国防院的这个苏子훈伊嘛有讲到，这就是一种这个数位军事，还是讲数位 digital， 咱讲这个未来这个装备的一个概念伫咧啦咱嘛看到讲咱伫遮徛起，嘛是有过去的这历史背景伫咧啦咱嘛看到讲这个经济部长咱讲是 Peter Altmaier 啦这个部分过去伊受较这个亲中的部分咱讲这个部分就来请教霍昌教授对德国尤其熟悉啦伊过去有啥啊有这个大转变的。这个部长伊的德文念叫做 Peter Altmaier 啦。Altmaier，伊这个部长是足重要。是。咱即马讲即马德国媒体逐工看到3个人，一个是梅克尔，一个是卫生部长 Jens Spahn， 是。第3个就是伊啦，Peter Altmaier。所以这疫情的关系的话，爱控制疫情啦，经济发展啦，所以这3个都无用的。伊遮无用，佮敲电话咱台湾。可见咱偌重要。这件代志足大条的。是。你头讲咱台积电是咱台湾的护国神山，汽车就是德国的护国神山啦。我佮讲一个数字吼，大家参考就是讲，头拄仔主持人有讲，7个一个内底就有一个人做甲汽车有关的工课。伊占德国的总 GDP 的产量差不多15%，所以10块才有1.5块，是为汽车来，所以伊重要性是足重要。那头拄仔讲林三兄有讲到特斯拉嘛，特斯拉压力互德国汽车足大的，所以因伫2年前，因为伫国内有一个辩论，因个叫做 BPAF 的5种汽车。B 第一个 B 就是宾士嘛，B 就是第二个 B 就 BMW，P 的 Porsche 保时捷 ，A 就是奥迪，V 就是 Volkswagen 福斯汽车 ，BPAF 这5台车，我相信观众朋友伫遐厝应该有几台啦。世界真爱德国车，是啦，德国车伊好用啊，佮好驶伊即马就伊的占 GDP 遐悬15%，有80多万人是做有关汽车的工课。所以伊即摆晶片因为伊的疫情的关系，愈来愈严重，而且第2波嘛，而且延到2月14号封城嘛，所以伊的工人伊的生产无正常，所以伊毋是讲无晶片生产晶片的公司德国有一间叫做 Infineon， 是伊你应该知，伊是德国专门在伫遐申请这晶片的。是。我即马的生产，因为疫情关系无正常生产，所以现在无够啊。无够这个关系，伊伫遐2年前有特斯拉出来时，有一个辩论讲，咱即马是爱把传统的汽车爱改电动的。你有一个问卷，53%的人认为讲无必要。伤过早，因为德国是较慢熟的一个民族啦，伊对新的物件爱思考，所以慢慢来，当初就要否决掉，所以伊即马头到仁山乡有甲咱报告过讲，
德国的汽车的电动化发展是足慢的。哦，我佮讲一个数字，就是讲，伊2年前就开始嘛是伫遐这5种的汽车，德国汽车公司嘛伫遐发展电动。哦，伊逐年的车展嘛就有未来车的车款，电动车款，不过伊的比例啊还不到1%哦。哦，0.07%而已哦。哦，足少。哦，啊这当然是甲伊的传统的这5间汽车公司伊的投资有关系。伊就讲我即马拢落落去啊嘛。是。啊，我成本还未收回来，你叫我放弃啊转改，我来破产了大钱嘛。哦。啊，而且德国的人嘛是认为讲即马无需要去用电动车，电动车有一寡技术，佮爱克服嘛。哦。啊，第3点就是讲，因的电动车的设备，比如伊充电的所在，哦，啊，伊电池的大细，这技术还未克服，所以因就是安尼，甲迄个电动车这个问题放伫后壁。啊，尾即马就是特斯拉，即马头讲的起几啊万倍去啊！13000。是。啊，而且电动车，伊即马咱等下会使，有时间咱会使讲一个讲12月，旧年的12月30。欧盟哦，伫遐德国的帮助底下，甲中国签迄个综合投资协定。哦，啊，这个协定是对这个佩特阿德玛这经济部长做重要性的。OK。哦，因为中国伫遐这个合约内底开放足侪有利德国汽车去大陆市场去开发的。所以伊即马就是讲准备这个门已经拍开啊嘛，伊要入去。哦，啊，你即嘛无晶片， OK， 所以毋较较紧来敲电话，互咱台湾。哦，所以要去中国市场啊，去找咱哦。是，真正有这个伊的考量是，因为迄个合约伊签订了，伊即嘛，伊德国汽车希望因为这个合约的签约，进去大陆。OK， 啊，大陆先就爱甲迄个特斯拉车拼嘛。安尼大家都爱好好来思考要换啥物啊啦吼。嘛有人咧讨论讲，哦，咱要互伊这个晶片要摕啥换来，摕这个疫苗以方式来换啦吼。所以这等下咱好好来讨论。咱来讲吼，是安汽车晶片的欠吼。头仔咱讲福强老师有咱这个大的这个背景啊吼。啊，继续咱过来看讲吼，咱头仔嘛有讲到，就是武汉肺炎这个疫情的这个关系吼。本地按算讲吼，真正疫情的关系会袂好啦吼。但是大家拢唔敢去坐这个大众运输系统啦吼，车的需求都清起来吼，真正是超过咱讲按算啦吼。另外就是讲吼，电子消费头拄嘛讲到，吼，你咧用这 notebook 啊、iPad 啊等等这个3C 的这个产品吼，啊，甲这个咱造成讲车市甲消费性的这电子产品吼，都有竞争啊吼。对，到底吼我要生产什么款的这个晶片呢？另外就是讲吼，新款的这个汽车开始就是用到这个智慧科技啦吼，头拄这个福强老师嘛，用到这个5间公司吼，德国因的护国神山啦吼，来甲咱比啦吼，所以因讲吼，这个汽车运送的这个功能吼，嘛爱提悬啦。另外，咱看到讲下游的这个车吼，甲电动车的这个现象，啊，地数咱讲车用这软体重要性的这个提悬吼，咱头拄嘛讲到安全的这个良率啦吼，所以咱个回过头来讲，咱要换啥物互因？咱头拄啊，福强老师讲这个背景啊，安尼咱台湾阁要互因这个晶片吼，伊去开发伊的中国大市场吗？我是感觉吼，因为德国甲日本吼，伊当时拢来甲咱讨嘛，是吼，这代表一个啥物情形？讲晶片这个物件吼，已经甲石油共款的。以前吼，伊若石油甲你电掉的，是，石油电掉的，你就无法度发展嘛，你的经济无法度发展，因为无石油你就车袂振动嘛，工厂袂振动嘛，吼，啊就无法度发展嘛，啊所以拢无。啊，即马共款的，所以因美国有一个评论吼，就是讲咱台湾变成新的荷姆斯海峡啦。荷姆斯海峡就是你控制石油的所在嘛。啊，你变讲即马咱拄啊看有7成吼晶片的代工，先进的这晶片代工拢伫台湾嘛，7成。啊，你即马变讲咱台湾的这半导体公司，因若联合起来，我卖互你，你啊惨嘛。是。吼啊，因为即马个美国甲中国搁咧贸易战，拜登啊，搁无讲答应讲我要放松哦。我你看伊北京发言人吼，无要落能哦。继续你制裁这个中芯半导体啊，甲迄个华为嘛，对不对？所以因即马我来讲吼，德国甲日本有利用机会，但是这足微妙的，因为吼，我是感觉讲半导体这是国安的问题啦，国安的问题，所以美国唔再甲中国
禁止，你袂使开发新的山林，因为你袂使做精品，因为你后壁带后门嘛，所以你未来你讲你德国车会去用中国的晶片袂？伊无法度用啦吼。伊若用了后摆，伊袂使卖美国哦，伊袂使卖美国，因为啊，内底有一个咱有讲哦，氢气的网络嘛，美国发起的氢气的网络，你若是美国的盟友，你就袂使用中国做的这个晶片去制作，不管你车也好，你的手机也好，还是你的3C 电脑也好，你若是用着电脑。中国的晶片的话，后摆歹势，我无你美国无咧甲你做生意，这是川普迄时阵落来策略。但是咱即摆看拜登看起来是要延续，延续即摆安尼战略。是，所以你讲车你欠，我讲大家拢足欠的，大家拢足欠的。咱嘛欠啥？因为这就甲咱讲全世界贸易是互相协调、互相合作。我会使精选对无唔对，但是你。同款德国甲日本拢有让甲咱车主的所在啦，有需求啦。其实咱来看，晶圆的上顶头、上上游啦，上顶头咱讲迄晶片啦，晶片原料的来源是啥？是日本哦，甲德国哦。是。咱早期咧做，因为我以前做光纤嘛，光纤嘛，所以伊迄所有的足精密的即系化学药品啦，其实日本甲德国。甲美国，因供应上济啊！你要叫咱生产嘛无法紧啊！讲实在话，拄啊，阮台经济刘佩总讲上紧，你还第二季以后啦。但是我来讲，伊还伤过乐观啦。还等因为像我去调查无可能啦，因为拢排到明年去啊嘛。排到来，除非因为即摆个面临一个状况，就是讲咱的汇率无好啦，汇率无好啦，即摆咧博到200块嘛，所以毋知讲即摆所有今年大工拢咧酝酿要起价啊，要起价啊，上少要起15%，因为你看30博到28，甚至到28，你就了差不多10。即摆10%，所以伊一定爱起价才有法度应付。是，所以共款你车用电子，你爱甲其他的这产业，来竞争这山林嘛。是，像讲我咧讲AMD 啥遮厉害？因为 AMD 以前拢去 Intel 企业拍嘛，是毋是？结果伊就是讲甲台积电拜托啦，我即摆后壁阮 AMD 上先进的这个 CPU 拢交互你台积电交阮处理，结果。AMD 一声就拼起来呢，拼起来，伊即马超过 Intel 哦，伊即马迄个电脑用的这个 CPU， 伊超过 Intel，所以毋知 Intel 讲进前顶礼拜才咧讲嘛，讲大家市场顶头你预算讲你即未来 Intel 这个 CPU 会交互你台积电去代工嘛，是，结果。迄个新的 CEO 讲阮还是拢家己做较好，结果博甲呢，伊一工博9%呢，一工博9%，所以这代表啥？代表这上先进的世界级的这科技公司，拢信任台积电。你爱用台积电的来甲你代工，你出来这品质才会好，你才卖会叮当。共款，我认为车用电子伊安全性足重要。安全性最重要，你就是袂使俗啦，袂使俗，你就爱离来甲人竞争这个山林，你袂使讲，你用部长的名义，甲咱部长来施压，咱再来甲台积电施压。我讲台积电无法度听，因为台积电是世界级的公司，伊有70%的股份，是你世界这所有大公司的手头哦。唔是讲咱台湾话就讲会使啊。其实顶回这个主任嘛讲着讲这个台积电的股票虽然咱讲1000到600外点但是伊伫世界上也是算俗的啦是啊。所以咱讲伊的这个股东其实是来自全世界。袂当安尼花的话，所以咱讲内底有一寡这个国发基金伫内底啦但是感觉讲伊汽车产业伊会使来买台积电的股票，做股东去参详内底，你董事会内底家己。大家来拜山林，因为这世界嘅 AMD 甲 NVIDIA 因拢是拢有持有股份啊。其实台经院咱看到讲有一寡这个报道嘛，写讲其实咱看排这个顺序的时阵，去年第2季的时阵这台积电就甲伊讲其实你若是要买，你第2季还是第3季，你都要紧落订单但是无嘛买手才看到这个叫新闻，才三星啦其实咱嘛讲到这个半导体啥伫世界会当徛起台湾伫咧顶下游咱讲
拢有真完整的一个吼配套甲措施啦吼。啊，其实咱嘛看看顶游吼，就是这个 IC 设计这个部分吼，咱嘛接到真济吼厂商的这个单吼，亲像联发科技也好啊，美商吼、高通啊、苹果 Apple 啦吼等等。另外吼中游吼，这就是咱上重要这个部分吼。过去咱讲吼，就是代工的这个部分，即阵是咱讲有制造的部分吼。台积电也好，联电也好吼，力积电吼，头拄啊这个主任有讲过吼，负责着代工的这个制造吼。啊，其实内底毋若干那代工尔有，其实真济咱的这个技术伫啦吼。啊，这回咱讲着是这个车用 IC 的这个 chip 内底啦吼，主要吼已经是有这个8寸的这个制程吼。台积电主要生产着3奈米啊、5奈米这个先进制程吼，提供咱讲吼手机啊、电脑啊吼，真正是 high end 的这个电子产品啊，毋是咱讲车用吼主要这个生产厂商啦吼。另外，会有咱个有啥 IC 封测这部分吼，是外公也好、视频也好，然后等等这部分吼，继续请教这个院长吼，咱有遮尔完整的这个产业链，头拄啊任山主任嘛讲吼，咱即阵是吼，敢若摕到这个石油共款吼，但是佫真正爱有注意的所在，抑佫真济呢吼。好，其实半导体这个产业的发展吼，是全世界吼各个国技术吼做一伙吼。合作吼产生的吼，比如讲美国吼，美国伊的设备吼，啊伊的设计吼，拢是全世界同厉害吼。那设备的部分，荷兰的 ASM 了，伊做 EUV 的机器，啊，就全世界敢若一间吼。啊，半导体啊用一寡吼化学的这个药品啊，这药品是日本同厉害啊。那咱台湾呢，还是这周这个这部分，那个封装这部分当然咱的设计嘛，全世界真厉害啊，加一寡加技术这个技术联盟所以讲美国、日本、台湾跟欧洲一寡先进的国家做一寡发展这个产业较多加成功啦那台积电尤其是台积电是伊这间公司是。真特别吼，我爱特别介绍伊的公司的核心价值，伊是咱北京公司是无啥共，伊的核心价值是叫 IC 啦，第一个 I 是诚信正直，那这可能我感觉啦，可能中国大陆的公司可能这部分是较弱，做袂到啦，做袂到，这部分是我感觉是台积电这。20-30档这样子请起来，我感觉是同重要的理由因为你一定要落客户信任你要用家己的技术你咱袂用像一工规工想要偷用别人的技术那一定要台积电这这伊拢靠家己的研发使有遮悬的这技术当然其他伊有一寡比如讲对于客户的承诺你若答应一定。做一个比如讲这个 Apple 苹果电脑为什么变成以台积电独家供应商这是同重要的这个原因啦那当然伊是做重视迄技术的创新，innovation 这台积电这部分那咱国内产业啦一个从大的算讲课程啦这个教训就是。咱一定爱靠家己的技术做创新，咱的产品较精益求精咱靠全世界的这竞争能力那靠我都像台积电今仔日这种国际这样的地位啦所以讲我常常跟学生个朋友讲咱虽然唔免讲夜郎自大啦但是咱台湾绝对咱无需要妄自菲薄，咱一寡有选民这个点来讲咱台湾啥物拢袂使哩那台积电做代工他因想的可能台积电绝对唔应该。古早时代讲中国强的功夫是，人即阵是上 innovation 新创新的啦，全世界的公司同厉害的人拢做袂出来。所以咱讲到这个，有影啦，做袂出来。台积电的这个 IC integrity innovation commitment 还有这个服务啊 customer 这个部分真正拢为着这个 IC 产业来打一个基础啦真正咱看到这个伫世界徛起嘛是无遐尔简单伊是经过着几十档的这个部分。所以咱看到讲这个是2020年顶半年全球前5大这个半导体这厂商啦咱看第一名是 Intel， 但是咱看到这个 Intel
吼，虽然安尼是排第一名，但是有人讲吼，伊已经袂杀你啊吼，有真侪报道拢是安尼写。啊，三爽吼，其实头拄啊，院长嘛讲到，有即个吼，咱讲制定上也是即个吼科技上下袂过一个坎一个关啦吼。啊，台积电吼是台湾吼，咱看到吼，差不多是207亿的即个美金吼，虽然咱讲美金即阵有较薄去啦吼，所以咱徛伫一个拢讲会当定价即个一个重要即个位置啦吼。咱嘛看到讲吼，甲去年相比真正变化40%，有影惊人啦吼。所以有人咧讲吼，迄当阵会当买到一张台积电的即个股票，对当退休就参像咱头拄林山主任讲的吼。啊，另外第4名是 SK 吼，海力士啦吼，咱看到是韩国即个部分。另外美光吼，美国部分吼是806.24亿啦吼，所以咱看到讲这是全球吼，安尼即个表现吼。啊，另外咱等下吼，先搁带大家来看讲吼，其实咱即回讲的是德国吼，即回部长会安尼写，但是过去吼，咱嘛看到讲德国吼，尤其亲中啦吼，即回立场的即个大转变，到底搁有啥物会当观察所在，先做来看。自从德国要是西德的时代，伫1972年甲中国共产党建交，台湾甲德国一直无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2019年，有德国的民众发起德国甲台湾建交的请愿案，伫迄一当10月，佮通过5万人联署的门槛。当时伫12月初9办台德建交的请愿公听会，现场大约来100个人，佮特别邀请德国外交部的官员列席。但是德国的官员也表示，德国遵守着一个中国的政策，无改变的意愿。维持现状本来就已经是很难的。台湾在前几个月已经有感受得到，像断交的几个国家这件事。我们每次跟中共的交流中，我们都主张维持现状。事实上，这项请愿案无任何法律的强制力，所以台德建交的机会是真稀微。但是，为2019年年底开始，武汉肺炎的疫情伫全世界来扩散，也因为台湾有真好的防疫成果，得到全世界的肯定。包括2020年2月，伫瑞士召开的146届世界卫生组织执委会，德国甲欧盟27国的代表做伙挺红摆渡在外台湾。5月的世界卫生大会线顶的会议，106位欧洲甲德国国会议员，嘛向欧盟会员国的卫生部长呼吁世界卫生组织，邀请台湾的卫福部长陈时中来参与。Cooperation at global level is of significant importance. It is of critical importance to avoid gaps in communication and that no region should be left behind. 中国普遍方认为隐瞒疫情的消息，加上后来伫新疆人权甲香港国安法问题处理的态度，包括欧洲理事会主席米歇尔、欧盟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以及德国总理梅克尔，拢伫去年9月线顶高峰会顶面，向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表达关切。甚至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伫咧拜访德国的期间，针对捷克议长率访团队来台湾访问，也提出抗议。德国外交部长马当场遂进行回应。我们要告诉捷克的参议长，你过线了。Als Europäer in der Außen- und Sicherheitspolitik in engem Schulterschluss. Und wir begegnen unseren internationalen Partnern mit Respekt und wir erwarten dasselbe genauso umgekehrt und Drohungen passen dazu nicht. Wir haben 虽然德国一直强调对台湾的政治立场是未改变，但是这摆德国经济部长主动致函来台湾，表达希望台积电提高晶片的产量，协助德国解决汽车产业的困境来看，嘛是重视台湾的另外一种表现。记者综合报道。即个吼，真正即个经济部长的安尼吼，有咱有一寡即个回应哈，是讲有一寡即个需求吼，甲咱高正啦吼。咱嘛看到讲吼，伊其实吼有人讲伊立场吼。伤过头亲中吼，咱嘛看到讲吼，港区国安法通过了后，面对着制裁北京这个声音吼，但是伊讲啥？伊讲袂当吼，干那依照民主程度吼建立这个国际这个贸易这关系吼，挑伫讲要和中国继续来交流啦吼。咱嘛看到讲，因为这回车用晶片啦吼，啊真正发函互咱的这个经济部长王美花，也是讲行政院副院长吼沈荣津啦吼，表示讲半导体晶片短缺的这个危机啦吼。另外，咱嘛讲到吼，这个德国吼产业复苏吼，都爱着台积电吼，这个部分的这个斗相共吼。啊，过去
亲中立场吼，即阵呼吁着台湾爱互伊正片吼。咱看到台湾地区这边委员赖中吼，伊讲啥？有本事你就向中国申请啊，无吼，你就是因为这个汽车业的这个要求吧。恁呐吼，拄则吼，甲这个咱讲吼。欧洲联盟还是讲中国吼投资协议啦吼，咱讲辞掉啦吼。啊，中国吼去年咱讲吼真正是连心啦吼，但是因即阵吼因为互制裁，咱讲华裔有这个心病啦吼，伊即阵伊这个心变做伊这个无迄个徛这个草字边迄个心啦吼，真正是大心病啦吼，大心病啦吼，应该真济吧。所以咱看到讲吼，这回咱要来搁看讲吼，这个经济部长吼阿特迈尔咧，这个。佩德阿特迈这个经济部长吼，伊个亲中的立场吼，其实毋是干那伊尔啦，美克嘛做清楚的。美克即马这个合定的，甲中国签是美克带头，伫遐后面内底去鼓动其他国家的支持，开始签下来去嘛。所以毋是干那佩德阿特迈这个经济部长，伫遐通常的咱看的德国的政府内底，拢有这个甲中国较好的想法。啊，这个想法你甲我观察遐久吼，是经济问题啦。因为伊一开始的时候，梅克嘛是反中的啊。哦，伊伫遐2015年，2005年拄啊起来的时阵，哦，伊就去接见达赖喇嘛。哦，啊，伫遐柏林的话，甲达赖喇嘛互动非常好。哦，那伊就要互中国看讲。我就行我的路，民族法治，吼。迄就中国啊经济压力制裁了，迄就纠断去啊。哇！因为德国甲台湾共款是出口型的国家，伊经济足重要。是。哦，所以啊，中国的市场搁遐大，无伊搁袂使。袂使。所以伊的发展是安尼，为反中并支持中国，伊的立场是安尼来。所以咱唔通甲这个部长伊的心中的立场哦，把它扩大太大，而不跟他做朋友。我们应该咱来用这个机会，甲这个部长拔好掉。因为我头搁强调一遍，伊在这经济部长的时阵，是伫遐梅克尔边的人也一个上重要的亲信之一。伊是做叫做总理府的部长，官方长啦，日本的官方长。就是要处理伊的一寡伊的行程啦，哦，而且伊会定定去电视内底去宣传哦，政府的一些政策。啊，今年9月26，德国要定选，要选举，梅克尔的政党啊，应该阁会调了。哦，伊即马拢上悬嘛，民调拢上悬，拢30外趴嘛，要我40%，所以应该会调了。啊，会调之下，虽然梅克尔要落来，不过这个部长62岁尔。伊继续搁伫遐做部长，也是做重要的职务哦。所以咱即马即个机会伊敲定来啊，甲叫我调。头拄任山兄遐有讲，政府咱台湾政府毋通去压台积电，啊去接即个单。我同意即个讲法啦，哦。因为这会互使即件代志变质啦，变质啦吼。你要政府出手，咱就上。自然想法就是讲，你的一中原则啦，一中政策啦，甲台湾的官方的关系会使较进步的。那有足侪人有这个期待，政府嘛有这个想法嘛。啊，不过我感觉是在商言商啦。有呀。你就互伊自然，吼，啊，甲台积电去讲，吼，啊，咱政府应该爱积极去协调啦。哦，我感觉政府的协调角色爱出来，哦，啊，甲把它促成。因为咱台湾人拢有讲一句话嘛，患难见金镜嘛。伊只要需要你帮助的时阵，咱台湾来帮忙，这是一世人的代志。你看川普足手无德国的4年嘛，对无？梅克总理去袂甲无一块好，哦，伊嘛是忍的。为什么要忍？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帮助德国经济互撑起来。所以一世人的感谢，一世人的感恩美国对咱好，咱来个报答。所以你要问我讲，即马咱要甲提啥物货？哦，自然安尼咧。哦，你像讲标价讲有对价关系，这个破局去啊。你会使一个想法讲，你敲电话，哦，甲伊讲电话时，你甲讲，
梅克尔今年9月落台的时，安排来台湾行一个。哦，这是改讨一个认证啊！这是突破嘛。OK， 伊无政府的身份，伊是自由人，来遮演讲啥物会？以前戈巴几乎啥拢有来过嘛。第二点，我是讲用这个势吼，伊即摆咱这台积电即摆请起来这个名，伫德国遮需要台积电吼。咱即摆爱科技外交爱配合出去。OK， 科技外交，然后用台积电的力量，看要讲去遐设厂，还是讲技术交流，然后母鸡带小鸡，台积电啦、联发科啦、联电啦、鸿海，迄拢过去，是，过去咱只有技术，伊拢看会到嘛。这要谈判，要设厂，就较简单啦。OK， 有一个好处，咱总讲台积电去德国遐设厂，生产的物件是 made in Europe、EU。就会使卖全球啊，卖全欧盟27个国家免关税。是，迄当中的利润个要较悬。我要去补充上尾一点，最重要就是讲，今嘛咱讲汽车是德国的护国神山，最重要出问题啊。咱来甲帮助，今嘛是帮助晶片。第二会使帮助德国汽车业的是这个环保包材。OK， 环保包材。咱知讲德国伊的环保观念足强的，即马德国内底即马差一项物件就是讲，你即马迄5间汽车公司做内装拢足水的，但是真紧害啊，毋是紧害，拢用皮，拢用皮革，虎皮啦、啥物皮啦、犀牛皮啦，用皮伫环保来讲是，你来去杀动物嘛 ，OK， 这个观念因即马是一定互这汽车这公司足大压力啊，所以咱台湾纺织足够的嘛，即摆如果说会使伫这个时阵，环保包材能够顺带推进去欧洲、德国，那对咱台湾是帮助真大。有影啦吼，所以咱头拄也讲到吼，真侪点啦吼，头拄咱讲这个车的这个内装吼，环保的这个部分吼，其实内底看到真正欧洲车内底驶无偌久，因就是要环保啦吼，所以会呼气啦吼。但是即阵若是讲吼，用到纺织台湾吼，另外一个咱讲软实力啦吼，嘛是一种出发的这空间搭配着咱讲吼半导体这个部分啦吼。其实咱嘛讲到吼，伫咧世界徛起的时阵吼，全球的这个依赖性，为什么即阵吼？甲台湾吼，亲像吸石安尼，要吸好掉啦吼。咱看 Bloomberg， 伊讲是啥？伊讲危险的依赖台湾的这个半导体啊，世界若是无台湾，真正也是崩盘去吼。咱看到美国、欧洲、日本的汽车制造吼，拢咧讲家己的这个政府吼，爱甲台湾吼，和台积电来去做合作啦吼。美国这个公布啦吼，伊讲啥咧？伊讲吼，自日本到美国。这晶片短欠的这个问题互真侪这个国际车厂暂时停工半导体，毋若是这个智慧机嘛是电脑，咱讲的这心脏嘛是新车关键的零组件另外，咱讲法国这个伊讲安怎讲？伊讲全球晶片供应链内底有真大这战略价值咱头拄嘛讲到真正是这个数位的这个部分保护全球先进的这晶圆厂符合所有人的这个利益嘛是台湾会当避免中国侵犯的这个关键咱讲政府会当考虑讲晶片换预防下啦，台经院有安尼这个说明伫啦但是咱个回过头来看讲其实头拄仔咱有讲到伫咧最近有一个世界经济这个论坛习近平头顶有讲话啦，伊讲就是爱包容啦、开放啦、和平主义啦，嘛批评讲你美国就是武一个咱讲一个箍仔啦武神冷战拜贴其他国家威胁其他国家，也是制裁其他国家伊就讲伊就无明讲但是制裁着因中国啦就爱停止着这个部分。但是咱要看美国白宫发言人Jen Psaki 啦伊嘛无咧落冷，伊讲啥？美国对中国这个战略无改变中国对内是愈来愈专制，对外又过来愈这个独断北京现主时用着这款的这方式挑战美国这安全繁荣甲价值观其实咱嘛看到讲这回真正这个世界定做内底这个 World Economic Forum 内底。Merkel 嘛讲话，伊先讲啥？伊讲这 WHO 就是暗看到这个疫情帮助中国啦这嘛是看到一个转变虽然 Merkel 要落台啊咱嘛看到讲这个 World Economic Forum 甲这回咱讲半导体，咱规个这个整体啦，虽然可能内底无讨论到完全的这个半导体，但是咱看到美中好是讲甲欧洲的关系，拢要一个新的开始的这个之间，咱来去观察咧。是，我是安尼感觉就是说。
因为这疫情的关系吼，未来全球的经济吼，会有一个大转变，吼，有一个大转变。因为你即马足侪国家拢依赖中国嘛，吼，依赖中国的这市场有够大。是。但是你也会想讲，未来的经济是无法度讲拢依赖中国嘛，哦，因为你讲看，光是迄个咱即马讲的迄个学名药嘛，美国嘛食着惊啊，吼，因为为啥？以前伊就无爱做学名药嘛，所以拢走去中国去开药厂，结果一个疫苗落来，中国停产，伊嘛无迄个学名药当用，所以这边讲吼，全世界即马因为这疫情，大家拢惊一个讲，啊，原来全球化的歹处遮济哦。有影。globalization 以前大家拢啊 globalization 专业分工嘛，专业分工嘛，阮经济。学内底讲啊，专业分工，啊，你搞做啥，你就做啥，啊，所以变讲啊，中国变世界工厂，所有的物啊拢叫伊做，啊，做完以后我惨啊，佮一摆落去惨啊，你即马中国来断货，你就叫哀叫，有影，啊，所以变未来所有的咱讲啊，全球的经济就变讲回归本业啦，哦，你该转去的你就拢转去，哦，所以我讲半导体。咱差不多有超10年的光景，但是10年以后我唔敢安尼讲，因为啥？你家看，美国若叫年条安滚，伊安怎？我先甲你拜托，但是我一定家己会做起来嘛，是不是？德国嘛是，德国唔是软脚会哦，伊之前德国因做 IC 是足厉害，哦，你拄啊好像老师有讲 Infineon， 英飞凌嘛，英飞凌伊伫工业电脑内底伊的 chip 伊。占足大的哦，而且吼，咱以前讲迄个记忆体，记忆体德国嘛一间大公司啊，所以因技术拢伫的，是因有要投资无要投资尔，吼，所以经过即摆的迄个，我感觉 COVID-19 的洗礼以后吼，真侪因家己认真讲吼，这无袂使，所以因绝对，所以吼。我讲哦，未来真济应该这个国家来拜托台积电、台湾的，这来恁来我这设啊，来我设，你要啥条件我拢互你。所以咱嘛看到讲吼，这台积电已经甲美国来设厂吼，对于吼美国的这个经济嘛是一个咱讲新单一个吼，先吞一个才讲啦吼。啊，其实咱嘛看到讲吼，因为这个拜登政府来这个上任吼，咱嘛看到讲，其实有这个国际半导体这个产业协会就呼吁讲，拜登政府吼，哇，你都要中心思考对中国出口的这个管制政策。这一个若是改进落去，对台湾是毋是这个有利的条件佫无去啊？咱佫请院长。当然呢，半导体这个产业是我都要讲，全世界啊，无常想讲哦，这个国家有法度做所有物件，所以全世界拢一定爱相关的技术爱合作噶哈。那前几年大家会记得，咱定定伫迄媒体咧看讲哦，中国伫推动诶。“15计划”讲2025，因为本来是制造大国，因讲要变制造强国，所以有片电影片讲啊，厉害了我的国，对不对？啊，结果这半导体这个美中的这个贸易大战一出来之后，美国直接就掐，您讲掐脖子，掐脖子啊，那掐脖子掐哪里？掐半导体。哦呀，啊，那半导体它是一个掐它。最重要另外一个是设备，一个是这个 IC 设计的这些软体啦，这部分呢，那这就这部分合起来，这部分美国跟台湾跟澳洲、日本这咱本来这合作的这个较密切嘛，那美国家己伊嘛知影讲，这可能因的半导体这部分爱个加油啦，所以讲伊2018年有一个电子复兴计划，那大家注意最近伊的国会的两院跨党派跨两院这个参议院、众议院有提这叫做无尽边疆的这个法案，Endless 的这个 Frontier 这个 Act 这个它就是大量的这个投资在整个，那重点就是完全是在科技半导体这一块。那这一块呢，要中国大陆如果要发展独立发展，我觉得是10年20年是不太可能了。因为你像EUV 的机器啊，这个 ASM 了，伊唔那干单 ASM 了，去发展啊，伊当初是伊是美国 Intel、台湾的台积电，韩国的三星，拢有做一回落到3天，靠法度发展起来，迄无啥可能讲，我要靠一个国家家己
发展来技术我都这完成这个任务啦所以讲，即马这个现况呢，会南端一个真大的警讯警惕就咱台湾咱家己一定爱继续培养这个咱半导体的这个人才，这个足重要。咱半导体为什么用遮强台积电遮强咱唔那干那产业强咱是咱的合界。咱学界的研究本来就足强，是，尤其即阵咱嘛看到讲，真侪学校有成立这个半导体学院啦所以咱讲规个整体自政府出发，甲咱讲学界拢有去做一寡的配套啦咱讲这个护国神山台积电嘛做一寡这个配合互咱伫世界一个供应组电组的这个时阵会当徛起啦咱嘛讲到真正这个咱讲虽然一个新的这个竞争的这个时代啦但是咱台湾会当好好运用这个时机另外创造未来这20年、30年今日非常感谢3位来宾，感谢乡亲好朋友收看，咱后回再会，感谢多谢。